冒事。冒 story。老公公与老婆婆是一对感情很好的恩爱夫妻。老婆婆很喜欢戴帽子，不知道是不是额头上有胎记的缘故。一个秋天有点凉的早晨，老公公和老婆婆一起在街边的早餐店吃早点。他们早餐吃的是豆浆配油条。突然，一阵强风吹来，把老婆婆的帽子吹走了。老公公连忙起身去追，强劲的风卷起落叶，把帽子越吹越远。帽子在天上飞呀飞，老公公紧紧跟在后面追呀追。但是渐渐的，他感到脚步越来越沉重。正当老公公跑得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又吹来一阵风，吹来好多五颜六色的叶子，笼罩着老公公。老公公突然感觉脚步越来越轻快，也感觉身体充满了活力。老公公发现原来是他变回到以前自己少年的样子了。就在老公公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一只蝴蝶飞来，停在他的额头上。蝴蝶才刚停下来，突然老公公眼前一黑，一只网子罩住他整个脑袋。哎呦，好痛啊！老公公马上扯掉网子一看，眼前原来是一个小女生。刚刚他正在用网子抓蝴蝶，一看到蝴蝶停了下来，急忙要抓，也就顾不得是停在什么地方了。结果蝴蝶没抓到，却抓到了老公公。小女生赶快跟老公公说对不起，老公公说没关系。老公公问小女生，请问你有看到一顶帽子吗？它被风吹走了，我正在找。小女生说，帽子？真巧，我刚才抓蝴蝶的时候，帽子也被风吹走了。小女生拉起老公公的手说，那不然这样，我们一起去找帽子吧。一路上因经过真侪所在，搁伫柑仔店买鸡仔饼食。经过理发厅的时候，看到装扮妖艳的理发阿姨被正在追老鼠的猫吓一跳，结果把客人的头发剪坏掉，两人不禁哈哈大笑。接着溜到菱角田里，和青蛙展开一场追逐大战。然后趴在稻田水沟旁边捞水里的小鱼，在一起爬到旧城门上面看风景。啊，那边有彩虹，好漂亮！他们惊喜地又叫又跳。最后，他们两个还溜进附近的果园去偷摘杨桃。杨桃呀杨桃，我要来摘了。两人爬上杨桃树，正在摘杨桃的时候，往地下一看，咦，那不就是……他们两个同时大叫，帽子！一看见帽子，小女生动作比老公公快，大叫一声，那是我的帽子，就立刻跳下树要去捡。随后老公公也跳下来喊，这才是我的帽子。两个人都抓着帽子不放。他们两个你拉我扯的，突然小女生一下没抓牢，哎呀一声，站不稳往后摔倒了，结果额头还碰到地上，碰受伤了。小女生痛到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看到小女生额头的伤口，老公公感觉很眼熟啊，原来是……老公公把帽子还给小女生，还帮她把帽子戴好。这个时候，吹来一阵风，又吹来好多五颜六色的叶子，笼罩着他们两个。老公公回到现在，手上拿着帽子。突然有人拍了一下老公公的肩膀，原来是老婆婆。啊，老伴啊，我帮你把帽子捡回来了。老公公帮老婆婆把帽子戴好，他们两个互相看着对方，没说话，只是微笑。